活出来，阮的良心是无通责备的。然后，阮最终的目标就是会当有即个听出来。求主你帮助，阮伫这4礼拜中间，阮逐人拢会当尽力专程来参与。透过主日的敬拜，透过阮每工有即个灵修的经文，透过阮的小组的聚会，等等，才会要成做阮灵命的帮助。求主来帮助阮。今仔日也是阮要甲主相较济道的日子，求主你祝福着阮。透过过一摆到伫主的面前，伫遐咧守主的即个道的圣餐的时阵，阮过一摆领受阮灵命的重新。那阮将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赏赐阮有谦卑、敬虔、顺服心，要来领受，也开阮的心门，互阮有属灵智慧，会当明白。我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各位平安。咱为旧年开始，咱本来前是2个连续2个月的这种灵命操练逐礼拜拢有小组等等遮，咱为从旧年开始改做，这2个月甲分开，5月一摆，10月一摆。咱伫旧年做时，咱是讲到这个清洁的心思。为什么讲到清洁的心思？因为咱伫这个大改变中间，主甲咱讲，咱着爱听上帝，爱听人，这是咱上界重要的这个信仰的这种这个呈现，会显明出来。当咱相信上帝听咱。伊要互咱永生的愿望，安尼咱伫对面上爱安怎表现讲，你真正已有永生的永生的确信伫咧，就是你会当领受你上帝，互你会听去听别人，相信你也因为敬畏上帝，你会当表现你甲上帝中间的即个关系伫咧。但是这中间即个听到底爱安怎来实行出来？即个听是要安怎会当真实来活出来？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的第5节，伊甲咱讲。伊讲，这个改变的宗旨就是这个仁爱，就是听吼。咱听拢翻译做仁爱吼。这个仁爱是对清洁的心、甲无通责备的良心，以及无假的信心出来。所以咱若要有真正这个听，咱定讲咱真爱听人，爱听上帝听人，但为什么咱这听敢若足无完全的？原来这是有几样部分，爱得到完全了，是咱照办法活出来。头一个，咱有一个清洁的心伫咧，然后咱有一个无通责备的良心，然后再个进入无假的信心，安尼夹起来时，才会当得到这个顺转的这个听伫咧。在咱的旧年的时阵，咱就先学习到这个有关这个清洁的心思，就是这个头一项清洁的心伫咧。但是2021年，咱今年咱要来学这个。无假、无通嫌、无通责备的这个良心，还是明年咱来讲这个无假的这种信心，然后咱最后2014年，咱就要会当来学习迄个顺转的听心伫咧。咱毋茫会当透过每年一摆的这种心思的重建以后，咱每一样拢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咱就有这个有顺转的这种听心，听到一个顺转的听心的基督徒。在伫旧年中间，咱种清洁心思，英文是叫做 pure heart， 迄个足纯的心，就是上帝当起初创造咱的心，完全无受到污染的这种心伫咧。但是咱发现，咱拢已经无纯啊，无纯的心，咱有几项咱就要去对付伫咧。所以咱伫今年中间，伫2年前的旧年的时，咱就讲到这4项题出来讲，咱来写会无这个信心无够。像是讲多马无看到耶稣，无摸耶稣手的这只，伊毋相信。耶稣甲伊讲，无信人，无看伊就信人是有福气的。安怎来医治这个多马？安怎医治这个无信的？就是用迄个真理甲听来接来医治伊。然后讲到这个情欲私欲，讲咱人拢有这个肉体的私欲，咱有这个目睭的私欲，咱嘛有咱人生的骄傲伫咧。这要安怎来医治？咱用大笔做一个。大笔是一个合神信仰，但是以前的时阵呐，伊伫遐行奸人，伊伫遐借刀杀人，即尾啊大笔得到下面时阵用悔改，因为悔改。所以咱若有即种需要，咱只无好物件，咱要来搁倒顶有清洁时，咱来悔改，来得到医治。第三，你会见效，你搁会惊吓。即用的咧，就是用撒玛利亚的即个妇人人，伊有几下的即个丈夫，伊伫遐毋敢见人，搁伫遐来
毋敢承认，但是耶稣指出伊的真相的时阵，伊伫遐发现讲，即个人绝对是神，若无伊哪会知影即个代志？然后伊就愿意放落伊的面，去到甲逐人证人讲，我看见迄个弥赛亚。伊放落伊的即个见效，伊的惊吓遮，所以原来是耶稣用接纳伊来医治伊的即个惊吓，甲即个见效部分。然后咱看最后一种议论、异端会跟批评人是，原来是讲到约瑟的即个兄弟。约瑟兄弟安怎甲约瑟卖掉？伊气即约瑟讲伊是最王，细汉时最棒就是安尼。但是要到即个约瑟交做宰相，埃及宰相时，即个兄弟拢去挖靠伊的时，到因老爸死的时，惊讲约瑟会伫遐保护因。伫迄个所在时，约瑟无这样的做，颠倒来摇下因。所以聊下了，这因这兄弟就不再搁伫遐有异端、理论、论断的即种情形。毋那咱来对付，毋那即四项，咱的心中有比搁较侪项。人嘛，拢即大部分即四项拢是最少问题的啦。咱免那倒转到迄个 pure heart， 从当初上帝创造咱的迄种单纯的迄个心智的，有足侪爱对付的。咱只不过用四种来对付，咱将个功课需要咱去学习。毋茫咱会当学习伫这有清气心。但进入到第2年的时，咱要来讲到即个无通责备的良心，无通嫌的良心内底，咱嘛要讲4礼拜3甲伫这所在学习。头一个咱要来看的就是讲，咱要来对付迄个软弱的即种良心，这是今仔日咱所要讲的。然后咱来建立一个真敏感的良心，这是后礼拜。搁落去咱安怎？拥有，就是咱会当确定咱已经有即个清洁的即个良心伫咧。最后，咱就当活出无通责备的良心伫咧。咱毋茫伫即4礼拜中间，咱会当3甲来学习遮个。但即个软弱的良心到底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咱迄个良心是错误的，咱无讲真坚定，咱无真确定的即种价值观伫咱中间，甚至是一种幼稚的，还是一种无正确的遮会受到真容易受到影响遮，就是咱今仔所要讲即个软弱的即个良心伫咧。咱今仔所看圣经在是伫保罗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真侪即个问题伫咧。伊伫第8章的时讲到食这面、食这偶像的这面，因听会感觉我通食还是毋通食？保罗就伫个所在说明互伊听，说明了是正到伫咱今仔是看第8章甲第10章，中一第9章咱跳过，为什么第9章？因为第9章是讲到迄个真正的自由是啥物？咱讲咧定讲，基督徒天是自由的，我信上帝、信耶稣了，我拢无败无禁忌，我拢毋惊啥物件。讲迄是自由，真正自由是安尼无毋对，但是毋是迄种无限制即种自由伫咧。咱较点来去讲，食这面嘛是共款，我都无啥惊，所以我都无要紧，在我边安怎拢无要紧。但是咱知咱面对的毋是家己的属灵的征战，咱嘛有别人的属灵征战，因为咱受到影响。所以对今仔日这个圣经在中间，咱会去学习着讲，为什么咱有即种软弱的即种良心，伊带来有啥物影响，以及咱爱安怎来对付伊。当咱来对付伊的时，咱去建立一个真敏感的良心，咱去确定咱有这清洁信心，这拢较咱会解说着吼。然后咱再活出来迄个无通责备的良心伫。咱首先咱来讲良心到底是啥物？逐人拢讲，我做代志凭良心的做人嘛是有良心的但是良心到底是啥物？逐人拢遮尔有良心，有影做代，逐个拢袂当接受。原来即个良心的定义，逐人无共款。照咱家己的时，逐个拢为着家己的好，所以你的标准当然无共款。但是良心应该有一个标准伫，只要要讲到3项，头一项就是，伊是要讲是非善恶的这种道德标准。你的良心应该辨别出来，什么是对，什么是毋对，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你无可能，你若是讲你毋知，安尼就是你蒙骗家己的良心。因为良心，较咱嘛会讲，就是上帝赏赐咱的即个良心是爱知影什么是对，什么毋对，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上至即个标准是安怎？有普世性的，逐人拢共同看做好的。但是伊嘛有可能因为地方的文化、甲社会化有特别的种无共款的所在。咱像古节来讲，咱袂使杀人，袂使食人肉。但伫食人族内底呢，杀人食人肉是正常的伫因的迄个文化中间，因为因还未开化到迄个时阵。但是即种特别的礼部分呢，到最后因在你是一段时间内定，
有可能因为生活这个整个环境的影响，会产生无同款的道德标准伫咧。但是过一段愈来愈普遍了时，自然这个渐渐感觉这是毋对的，倒转来到伫逐个人普世，逐个人拢同意的。咱即马最近拢含大陆有真侪这生理来往，真侪嘛到大陆去上班等等遮，所以咱甲因的这种来往愈来愈频繁时，渐渐咱一直感觉因甲咱较有这种对话讲会出来，但是咱嘛感觉佫有这种鼓励伫咧。何况伫20-30年前，无说是20-30年前，就甲大陆人已经做过生理啊。我做的是电子英汉字典，所以迄阵。大陆是上个大的市场，遮尔大的市场无去，哪有可能都去？去的所在，因开始要找这经销商，哇，面谈几下个咧，谈了以后，感觉这个人较可靠，就将这个产品一项一只留落来做三不如。讲啊，你倒转去，阮倒去以后，你好好啊，伫遐招生理，遐等等遐，敢若真有把握安尼倒转来，倒转到台湾时，自从迄刚开始消息就无去啊。原来伊就是骗我迄套的这个三不如去。尾我才知影讲，大陆因的思想想法就是讲，我若有本领甲你骗到物件，迄是我的本领。我根本无对毋对，伫即项代志无对毋对的代志。因整个社会就是安尼认为，是你家己无够巧啊，你来互我骗来。但是这种代志伫咱台湾是无可能的，咱有道德标准在甲咱讲，你爱有讲，你爱讲道义啊，你一句话讲落，你就是爱遵守到尾，就敢若上着咱英文共款啊。但是伫无共款的世界中间，因有无共款的这种标准伫，这嘛是诚侪一个良心的一种迄个社会的这种标准伫咧。但是至少你要知影什么是对，什么毋对，甲善恶这种良心的功能啊，是咱人类所有拢共同一定有的。咱看卖啊，若是这个伫圣经在咧箴言的第20章的27节，伫遐讲人的心神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心腹。人的心神，这心神就是人的良心呐。这人的良心是耶和华的灯，系伫咱内底，伫遐咧监察这个人所做的。所以咱每一样拢有，这是上帝创造咱的神，互咱知是非的这个善恶的这种本能伫咧。本能表示讲，你免学就已经有的，就一定爱有。人生来时就有这个本能伫咧。咱来看这个创世纪的时阵，亚当夏娃，伊去食着善恶果，食了以后，伊为什么听着上帝声以后就闭起来？因为伊知伊毋对啊，但有人甲讲伊毋对无？无人讲啊。上帝敢若规定什么代志，你毋通怎样？你食了以后就讲啊，我毋对，我袂当面对上帝啊。迄就是人拢有种善恶是非的这种的本能伫咧。其实，这个良心的嘛是咱咧回应上帝圣神的感动，还是圣神的责备的这种机制内底一个，是要领受圣神运行的这种所在的。所以，一个人若昧着良心，若无照着伊的良心的，伊就无可能去领受着圣神的这种感动，还是圣神的责备。伊会在完全无插圣神安怎个责备都昧着良心，伊有良心的，但是伊伫迄个所在甲袂。甲遵照无去共款的时，伊自然袂当领着圣神的运行伫中间，迄是有因来领受着，真可能就是邪神内底的即个圣神，即个感动伫咧。所以有关安尼即良心的品，咱知影世界变做无一个标准伫咧，咱来倒转到迄个标准，这标准到底是啥物？咱今日咱即4礼拜要学习的就是讲，咱首先咱来建立，咱要有一个敏感的良心伫咧。毋通这代志发生的时阵，伫我面前甲我无关系，就拢无要紧。插伊是对也好，毋对也好，善也好，恶也好，和我都无关系啊。有即种真迟钝、真安尼，甲咱拢一点关系就无的，即种已经麻痹的即种，无咱来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出来时，咱才有可能去警告伫无通责备的良心。几啊个月前的时阵，咱要伫电视看到一个新闻，讲大陆伊用即个。路内底，即个监视器已经翕到一项代志，就是一个查某囡仔行路口，一只车甲弄倒伫迄个路遐，然后开始算1个、2个、3个，有19个人经过遐，无一个人动手解救。翕到遐个人的是拢是安那？囡仔倒伫遮遐咧，敢咧看啥安尼行去挑工的，明明知影就是安尼，到最后是一个咧清洁的这个妇人人，再去甲伊。
支摸起来，然后送病院，可惜经过3天以后，伊就过身去。咱的良心是即种无敏感，是种麻痹啊，毋是？即种甲咱无关系无？上帝已经将是非善恶拢下伫咱的中间，为什么咱会无即个敏感心？你要成就一个无通嫌的良心，你一定头一项，你要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伫咧。第二个，你安怎？你要确信你有即个敏感的良心是对的，是一个清洁的良心。即个清洁的良心，也是标准是普世性的，无受到即个文化即种情会改变伫咧。而且伊是符合伫圣经的即种要求的。你要有即种清洁的心，咱讲一句就是即个 pure， 是纯的，无受到即影响污染的遮个，迄是上帝当初创造咱的。咱这已经毋知影到底是啥，你倒转去看有符合伫圣经的价值啊无？然后你就当讲，我会当画出来迄个无通责备的良心伫，因为咱已经顺从，咱有敏感的良心，咱通知影善恶啊，咱会知影。这甲咱有关系啊，咱要去关心啊。然后我的标准，佮是甲圣经有关系，所以我自然我的良心人啊，就袂感觉有亏欠，袂感觉有即个罪恶感，无感觉有即个不安的即种感觉伫。但是咱为什么今仔日先讲的是讲即个软弱的良心？咱来对付咱软弱良心。其实软弱良心是一个结果，毋是一个因啊。咱若有即个软弱，咱若有头前即3项，咱先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咱佫已经有即个清洁心，咱会当画出来无通责备的即个良心时，咱自然就当对付咱迄个软弱的即个良心的。但是咱若无讲即项，咱就讲啊，咱即个良心，咱就你讲我哪有我无软弱啊，我良心足好，我做诶代志拢凭我的良心啊。所以伫遮要咱知影讲，咱人其实是非常软弱。咱足侪软弱，咱定定即常常讲着啥，咱会感觉反应过度。这毋知好啊，毋好用我的标准来看，敢若安尼，敢若安尼，你哪会无办法即确实安尼？你的圣经教是毋是足清楚噶？但是逐工就惊安尼到底是安怎？咱常常就因为咱无证据、无即个确信伫咧时，咱就伫迄所在有充满了罪恶感伫咧。要咱知咱是软正的，所以当咱若会当有建立。咱即个敏感的，然后咱佫有一个确信，咱有即个清洁的心做咱的标准的时，咱若画出来迄个无通责备的良心的时，咱自然当对付咱软弱的即个良心伫咧。但是咱今仔日就是要互咱来看见讲，咱是按偌尔是软弱伫咧。今仔日用的圣经节就是对保罗写哥林多教会讲到食祭五常的米这项代志。伫遮咱要来看，有分做2个阶段来看。头一个就是讲你家己面对，无别人咧甲你看，你家己面对的时阵，对食祭米、拜祭这食米，你爱安怎应付？食祭米其实会当至少有3种情形，一种是你去菜市啊去买物件，你毋知有拜祭啊无拜祭，大概经过即种大日以后拜即种大日以后，可能出来都大部分拢是已经拜祭啊，你咪烦恼讲，这毋知是有拜祭啊无？第二，那这无信的兄弟姊妹，啊是亲情，请你去食饭的，你嘛知啊，这已经是拜祭。第三，有的即种大的即种祭祀中间是因会伫庙头前底下来食这祭。伫哥林多教会嘛有即种情形伫咧。当面对这情形，这3种情形是保罗互咱的教是啥？保罗透过即个第8章、第4节、第10章的26节、30节，这是伊互咱圣经在对第1项、第2项伊安怎讲？而且用圣经节甲咱讲，记载伫即个第8章的即个第4节，伫遐讲，在我上伫世间是无影的，也在上帝独独一个，无别个，而且对甲通对呢的米拢是主的。所以咱非常的清楚，咱非常的确信啊。所以你食呐，感恩祈祷就会当食，你就当自由伫迄所来食，因为你家己面对这你免惊，因为咱所信的上帝是上个大上，而且所有面拢是伊创造的，咱就感恩结情伊，咱就会当食。但是第3个情形就无共，第3个情形伊是伫所有这被面对即个庙头前，遐已经拜过了，伫遐食是要安怎？伫即个第10章的20节到22节嘛，互咱一个标准伫遐讲，即种代志千万毋通，因为你若安尼做，表明讲你甲即个五常是伫迄个所在有分伫即个五常。华语版讲相交，
法务版、台语版也有分伫即个五项伫咧。是10章的20到20伫遐讲安那，恁袂为食主的杯，佮啉兼啉鬼的杯，袂有分伫主的道，兼有分伫鬼的道，这是惹主的即个受气伫咧。这是咱看起有关咱家己的即种情形的时阵，但是咱若看刷落去时，咱通知讲，咱虽然家己面对这，咱会当无问题伫咧，因为咱有知识，咱知啊，咱嘛真理中间，咱已经知影。但是保罗伫第8章第1节到遐，佫特别甲咱提醒讲，咱有知识其实无一定是真对咱的帮助，因为伊互咱会自高伫咧。所以提醒咱讲，伫第1节到第2节，伫遐讲，知识为至高自高，人若拍算伊有所知。就是伊也未知教所应该知的，原来知识会真对咱的帮助，但是在写嘛是真对咱的读解伫咧。咱会想讲我知影，啊你哪毋知？用迄个所在伫去论断别人伫咧。所以保罗伊讲安那，即个知识后壁爱有听心。你知识你会得到自由，自由的时阵爱有听心来真做约束，你才袂伫迄个所在行歪错去。所以咱若即是看咱家己来面对时，咱若看咱伫公开的场合的时阵，咱免咱面对讲食祭米的即个问题。伫圣经在中间，互咱几个用了原则伫咧。头一个原则是伫第10章25节到27节。伫遐讲，既然是过去内底所卖通食，无伫为着良心的缘故来查问。但是，若有一人问，有一个毋信的人来请你，若要去，你就通。摆伫你面前，你就通食，毋通为着良心的缘故来问，我敢通啊？这是啥物事情？安就是你本身无迄个确信伫咧，你无必要。你若记的时阵，咱着奉主的名伫迄所在洁净就好。然后，但是有人甲你警告要安怎？有人讲，这个是祭米哦，这是已经拜偶像的时边啦，你着为着伊的良心的缘故，莫食。这是第10章28节到29节伫迄个所在讲，就是为着迄个人，迄个甲恁讲的人，已经良心的缘故，所讲的良心是，毋是恁家己是对方。我宁可为着伊，莫互伊跋倒，所以我会使莫食。这中间是表咱知影讲，因为咱知啦，咱有即个知识伫咧，即个知识带来是迄个真的自由伫咧，所以我会当莫食。但是刷落甲咱讲安那，咱毋通诚做即个软弱的人会读解伫咧。法务办讲啊，软弱人的绊脚石，因为你去跋倒啊，行路行啊就去踢着你种跋倒去，咱所做的去互伊，互你的所在，伊伫遐来跋倒去。这伫第8章第70到第10节所在讲，咱无问题，但是别人看见你安尼，伊也照安尼行时，伊无真正明白，伊就伫迄个所在来犯罪了。这所在要强调一下，强调讲咱有即个真的自由伫咧。即个真的自由是啥？是你要食好，无食好，这才是真的自由。当一个权交代伫你手中，你会当安尼做，但是你无爱安尼做，迄才是真自由。毋是迄种我会当随心所愿，我要去倒就去倒，要安怎做就安怎做，迄种毋是自由，迄种叫做乱来，迄种叫做失控，伊讲失去控制啊。法务办讲，伊叫做妄行。就是随着家己的意思行，咱一条歌讲安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迄是欺骗咱啦！迄个是你家己，你无尊重着别人所引起的这真正的自由是你说，我会当买，我嘛会当卖，是照着我本身的意思。为什么？因为我用听心做出发点，我求别人的利益，我无咧求家己的这个利益伫咧。所以伫今仔日这圣经在中间有几啊句的这个圣经在。其实非常对咱有非常帮助。这去分别记载伫8章第1节、第2节、23、10章23节、31节到40节、31节到30中间。我要邀请咱大家来读这几个金句吼，这对咱真有帮助。来，若是恁来为建立德行，凡事拢通，总是无拢有利益；凡事拢通，总是无拢建立德行。恁或是食，或是啉，或是做甚物，拢着因为应跟上帝来做，无伫做因的读解，凡事互众人欢喜，无求家己的利益，
就是其正人的利益。毋望这一寡原则，互咱知影。那咱消极毋通安怎，咱积极着安怎做？而且第四点的所在，甲咱讲非常清楚，会当诚做咱的帮助。咱要来看讲迄个软弱的良心，咱个良心伊安怎引起？咱个良心通常就是因为咱对看法无共款，即讲经济上用，就是因为人有即种软弱良心的软弱来引起安尼。所以咱来去对付伊，咱家己有可能有，别人嘛有可能有。咱家己的当然，咱家己会当坚强咱，但是对方咱要帮助对方会当安怎坚强。你若是迄个软正的，你嘛得要学习安怎来坚强起来，毋是定定拢互人感觉啊你是软正的，就甲你爱甲你帮忙，甲你啥？咱做红名啊，咱嘛得要长大起来啊。所以伫这所在，互咱提醒咱先来看讲为什么咱有即种软弱的良心伫咧。根据今日圣经就甲咱讲有两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毋知真知识到底是啥物。像我你毋知影讲即个五常有人拜祭无毋对，你就遐尼惊个。你若个祈祷个洁净了，靠上帝开了，伊就要得到洁净。但是你毋惊，你就开始会惊吓，因为你毋知影即方面的真理伫咧。第二就是讲你受到即个传统啊，即个习惯束缚伫咧，过去的即个宗教行为继续伫迄个所在影响着你。所以你就伫迄个所在啊，无得到改变。你无明白迄个代志背后的意义是啥物？啊，举一个例来讲，无说伫前迄个教会的时阵，有一个情形是一个技术，尾后阮知影伊还没做迄个，毋是伊的太太，毋是经过结婚三个做伙。然后佮了解讲，伊甲伊的太太无离婚。表示讲，伊甲伊即马带出去即个，伊毋是正式婚姻的关系，但伊是做技术。了后，我知影即代志啊，我就找私下来谈即项代志。我也讲，我即马才知影讲，你甲我本来认为是太太，伊的关系是安尼吼。啊，照我伫圣经中间的理解吼，即个上帝，即个代志应该是上帝无欢喜的代志。你既然已经将这基督徒，你嘛做技术啊！你应该对这项代志伫信仰上，你要做出你的回应，你的回应出来。啊，然后照我所知影，你有两条路通行。头一条路，你就是甲原来太太离婚，然后甲即个结婚，你互一个正名伫咧。既然已经甲你做伙遮久，你嘛得要互一个正式名伫咧。第二条路，无就是要离开即个，倒转去甲原来的即个太太结婚。你要有即个责任感伫咧，伫这项代志，伫信仰上你要做出即个回应出来。伊甲我讲啥？伊讲前迄个牧者甲伊讲伊做即个代志是伫信主以前做，所以无关系。我听了以后，我讲歹势哦，因为我无在场，我毋知迄个牧者安怎讲，我毋知。但是对信仰中间，我非常清楚。以前你安怎做，咱毋知无毋对，你毋知影才是做得毋对。但是你信主了，你会知影啥物是对，啥物是毋对。你既然若毋对的代志，你要做出迄个回应出来。你的信仰应该帮助你啊，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无毋对。但是你若是真正这最后所有经历的时，你都要做出这样代志出来。到最后，伊无同意这种讲法。但是伊佫袂当讲无来礼拜啊，我无强迫伊啦吼。但是伊就感觉伊一定爱来礼拜，这样代志嘛是我甲伊讲的，我拢无甲别人讲起这样代志。伊做出来回应就是，逐礼拜照常来，一礼拜先坐落就是目睭磕，胃头磕到尾安尼，佫倒转去。见面我甲伊打招呼，伊无甲我回应。我感觉。我毋是咧批评即个牧者，因为讲啥我毋知，所以我无感觉讲即个牧者讲毋对，尾后壁应该佫有一句才对。我嘛甲讲，你前所犯的，因为你毋知所犯的，无要紧。但是你已经真做基督徒啊，你应该做后壁这段。咱有可能真可能，咱就是去掠着家己感觉对家己有利的，还是家己毋知影的迄种部分，咱着甲尊做是真的。我本来是要来问讲，你是信上帝还是信牧师啊？当然咱袂使安尼讲，因为我毋知迄个牧师讲啥物啊，所以我干那甲强调讲，牧师讲安怎我毋知，但是我敢知影对我的信仰来看，应该是安尼。但是咱人常常有即种错误观念伫咧，啊有习惯性的物件，啊感觉对家己有利的，咱着甲诚做是真理，着甲捡起来，着伫迄个所在做。
咱就真做有迄个软弱即个良心伫咧。当咱有即个软弱良心的时阵，咱会常常带来一寡即影响伫咧。咱的影响包括讲，咱的心灵受到污染着，咱继续伫遐食遐，咱感觉无好的物件，佫甚至佫领受讲即个带来祝福，因为既然显露即个五常的，互咱有一个祝福伫咧，有即种情形发生，嘛继续停留伫过去错误观念中间，所以继续伫迄所在来跋倒来软食伫咧。良心也去受到伤害，因为别人会伫迄个所在来攻击咱。佮继续，你的良心开始不安，你开始过度的即种敏感伫咧，开始伫迄所在问我这通还是毋通，还是啥物啥，你家己乃无办法迄种确信伫咧，有即种情形发生伫咧，甚至咱家己会用即种软食的即种良心呢，开始来看别人，开始来责备别人，开始伫迄个所在来论断别人伫咧。这拢是造成这软食的良心的一种无好的种情形伫咧。咱逐人拢有即种加减的即种情形伫咧，因为咱家己无通建立迄个清气下伫圣经的即种良心伫咧。咱需要伫即4礼拜中间，咱好好来操练。今仔日即礼拜是干那要互咱知，咱拢是软食的，咱拢总有软食软弱的良心伫咧，毋通铁起。毋通家己感觉讲，家己看家己价头伫你应该有诶。咱用谦卑诶心，咱来学习伫咧灵命操练，咱照课伫遐操练，毋望上帝来帮助咱。咱看咱诶周报中间，即礼拜咱拢有伫即个咱诶即个灵修诶课，灵修诶即种金句伫咧，咱伫14页诶所在。拜一是读倒一个圣经节，你爱思考是啥物？拜二、拜三一直到拜六，每一天咱就读一个圣经节。今仔所听呢，伫遐好好来伫灵命的操练中间，咱望咱能得到即个帮助伫咧。咱来看讲，咱要来帮助即软件，一方面是帮助咱家己，咱要安怎？咱就要建立一个真的即种的知识伫咧。咱来知听心，这是一个源头伫咧。咱用听心来真侪人的帮助，咱知识这真理爱捌愈侪愈好，然后咱来谨慎咱家己的行为，毋通去错误去误导了别人。相信咱做代志时，毋通互人别人来跋倒，奈何别人跋倒我宁可莫做，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伫咧。然后咱毋望所有拢为着别人的好处伫迄所在，咱袂记咱的即个价值观念，应行益人，咱来对别人有帮助。不管是做啥物、讲啥物，咱来凭着即个真理，就是圣经的话语中间，伫信心中间的生活，靠照着圣经的教示伫遐来行，咱就袂即个良心不安等等遮的。咱若有安尼做神，咱就会当帮助即个良心的软正的人。但是照我拄要一开始所讲的，即个是果，即个是结果。头前的因是啥物？当你若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当你若有即个清洁良心，你会当活出无通嫌的即种良心，你自然会当对付你软正的部分。毋是讲我要去对付即个，我才会得到遮的。今仔日头一讲是要互咱知影，咱拢是软正，咱拢是软弱的。就有即个遮尔好的机会，咱要做一个灵命操练，咱逐个同心伫即个所在来付出咱的代价出来，信心就要帮助咱。伫咧上帝即个圣经的帮助中间，咱得当建立一个健康的即良心出来。结论来看的时阵，咱看伫即个法利赛人，因常常会去责备人，其实因是一个因的良心是一个软弱的、软正的。因看见耶稣学生伫安息日做即项代志，耶稣伫安息日医病，因就伫迄所在，毋知影讲即个律例、即个规定后壁背后是啥，是爱听。应该叫拢袂看，你医治人这是好事，乃毋好。这破已经无力通，伊就食一下面，有啥物无好？迄规定讲遐尔严重噶，所以因就互这个宗教、这个习惯伫遐捆绑伫咧，因就伫遐开始批评人，开始论断人，甚至最后就将主耶稣伫所在甲定伫十字架顶。咱看起伊犹太这法利赛人，毋是非常有即个。知识非常知影，伊就有坚强信心无，伊迄是软正信心，因为伊的良心是无正确的，是袂当合乎伫圣经的教示遮的。第二，咱需要安怎除掉咱迄个幼稚的即种
软弱的这良心之类，咱来成长起来。咱咧伫信心中间，咱来成熟起来。希伯来书第5章的第14节，伫安尼讲，独独成长的人食五谷，因会心巧对人心来练达，会分别好歹。就是讲，咱大人一开始拢是一个红叶仔共款，咱是幼稚园的。但是咧，愈来上帝话一直伫咱的中间，咱越来越扎实，咱就伫遐愈来愈明白上帝心意。咱愈行在就是行在上帝爱咱行的，佮求圣心帮助咱时，咱愈来变长大成人啊，咱健康啊，不再有一种幼稚的思想佮伫咱内底，咱的良心不再佮是幼稚啊。咱是爱成做一个清气的心思的，无通嫌的这种良心的咧。所以咱要来宣告讲，圣心要帮助咱，要互咱的良心会当健康，咱要学习愈来愈老练，互咱会当明白讲，会当活出迄个真理，佮会当伫即个听中间来造就人。一礼拜开始，4礼拜中间，咱拢有小组，小组是咱有第8、第7，所以要互咱来分享。这3个第8，伫遐讲，咱来分享讲上帝话语，即真的知识甲真的真理，伫你的生活中间有相对啥物帮助？你的生命有啥物帮助？这是咱来下伫第14啊，即灵修的经文下底所在。然后要甲咱分享讲，伫咱教育中一定有这软弱良心所产生的代志。咱毋是要论断伊，咱毋是批评伊，咱要安怎会当诚侪帮助，互咱拢诚侪整个教会会当是一个真正确的。第3，你捌有即种良心软弱的经验无？若有，你哪即马知影？你若佫发生这代志时，你要安怎来处理？当你有过一摆良心软正的时，你安怎会当借着圣神来帮助你无？毋望咱伫即4礼拜的操练会当真正对咱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到巴贝上帝，阮献上满心的感恩，因为你互阮有一个机会，三甲要来学习，要安怎有迄个顺转的听心。咱是爱学习有清气的心，无通责备的即个良心，甲无假的信心。但阮今年阮要来学习的迄个无通责备的良心，阮今仔来知影，阮每一项拢有迄种软弱的良心伫咧。阮需要助力来帮助阮。当阮承认阮的软弱、阮的有限、阮的不足的时阵，阮到伫主你的面前时，求主你就帮助阮。毋望阮伫4礼拜中间会即样操练，会当真正互阮建立一个健康的灵命、健康的一个良心伫咧，会当行出迄个顺转的听。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要同心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告别阮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气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使者是普世的，佮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才会成做毋忘的记号。阮是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伫赦免，用虔诚、忍耐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是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分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个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个文字，破坏人万物甲上帝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抛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诚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